在高雄有一位很特别的设计师洪明宏，他的纸雕作品造型简洁可爱，充满了童趣，非常的受到欢迎哦。从小港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到假仙猫像的橘猫油桶，都能看到它融入在地特色与丰富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设计品，在他多元表现的手法中，纸模型一直是他钟爱而且擅长的表现形式。究竟洪明宏的模型之路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应该说比较先接触纸模型或者纸雕这件事情，是在高中的教室布置的时候。那时候会有教室布置比赛，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就是那种吊车尾的班。那我就那时候老师就安排几个就是比较不爱念书的，就是在大家眼里是七头二的那种的角色，然后跟我一起去做教室布置。然后一开始其他的班级就是同一个年级，我们那时候有8个班，大家都不看好。那最后我们就得了我们那一届的第1名。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做纸这件事情还可以做很多可以让人家意想不到的画面或者是想法去呈现，而且纸是很容易上手的一个素材。大学时期帮一个老师做一个公仔的展览，然后那时候就在那个专案里面接触到各种素材的模型。那做公仔这件事情其实是耗费的成本比较高，那纸模型刚好是一个很好入门，而且很容易散播的一个素材这样子。那其实要回推的话，其实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很流行写一个作文题目，就是长大的志愿之类的。那我记得那时候写的是一个就是钢弹设计师那个大和原邦男先生。然后那时候写了这个梦想之后，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自己也是在做很类似的事情，就是在做一些模型或者是一些玩具的设计。高中时因为纸模型夺冠，慢慢培养出自信，也逐渐坚定了洪明宏的设计之路。直到现在，不知不觉成为自己童年里所仰慕的那个大人。仔细回想起来，这一切与纸模型一直是密不可分。其实纸模型在很多运用的方面是蛮广泛的，比方说可以用在广告上，或是用在赠品，甚至是可以把它融入到平面的，或甚至是3D 的一些视觉里面。这样，纸模型比较特别的地方，大概是就是有时候我会出国或是到外地去玩，那我会想要带一些赠品或礼品给好朋友。那其实它就是扁扁一片，那直接就可以放到包包里面，是很好运送，然后很好去携带的一个物件。跟其他模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比方说有的塑胶模型，它可能就一盒，可是它只要一片就可以去让人家去享受 DIY 的乐趣。这样比较建议的话是，大概国小1年级以上的小朋友，他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去操作这类型的玩具。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空白的，或是一些有创造性的一些模型设计的话，他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学习他们的肢体反应跟一些思考的想法这样子。之前有跟那个一些汽车公司或是一些文创单位合作，做一些小型的课程。大概有时候会，其实说小型也不小，就是会有30-40个小朋友。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助理会一起带小朋友这样子。那他们创作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会去跟其他小朋友会有一些互动，比方说他们会画不一样的位置、不一样的形体。当时的课程的纸模型是可以自由拼接，所以他们会互相的去讨论，或者是有一些互动，说他们要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小怪物，或者是机器人也好这样子。那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小朋友的那个绘画的色彩，还有一些思考的方式是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还蛮有趣的。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让洪明宏感动开心之余，也是他创作纸模型的原动力。洪明宏将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纸模型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兴奋与快乐，透过纸模型的设计与推广，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纸模型设计师，他应该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在国中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其实都会去学，比方说一些学测或者什么的，他们会有一些什么3视图啊之类的。其实，在小时候我们都有接触过类似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去实践或是去实际练习，甚至是去发掘自己的潜力这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透过这个制作或者是这个过程中，会慢慢的去唤醒那个记忆。那其实过程里面比较困难的是，从我一开始在制作的时候是用粘贴的比较多，那慢慢的进化，或者是说便利化，到现在是用卡榫的一些纸模型的状态。那其实过程中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曲度或者是一些形状比较差异比较大的话，其实在设计上面是会比较困难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包装设计的概念，那还有对纸张的认识，以及如果是要角色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对角色的设计有一个热忱在这样子。那其实这3个组合起来，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纸模型，甚至是包装或者是更多的运用。但是这些心其实就是代表，所以他们都还是哈姆星同岛的居民。然后因为你之前看到地球，你跟我说他是在找爷爷，那我觉得爷爷应该留下一个记号或一个书信，然后说他到底是把它放到哪里，然后在这个引用这个部分。OK 啊。有一年我参加一个插画的聚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旁边坐了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互相交换一下名片。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他的作品，他有给我一张名片之后，我就上网看他的作品，然后觉得他的作品冰剑熊很有趣，然后而且虽然是电绘的，可是手感很好，然后后续我就在试着跟他联络，因为我希望能够制作类似他这种冰剑熊这种手感很好的一些角色或是一些创作。我是厚着脸皮请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到你的工作室来帮忙？那交换的代价就是你可以教我一些设计上的一些重点，或是在一些案上给我指导。那他当时人也很好，他也没有多考虑，他就答应说，就是我有空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找他。一般的纸模型通常都会以简单，或是说要就是很简单，要就是非常的华丽。比如说有些车子的，然后坦克车啊、飞机这种是小朋友喜欢的。也就是说，一般的纸公仔它都会以商业作为一个取向去发展。但是马哈雅的纸公仔，我觉得其实它是带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最近也在讨论纸公仔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行动的艺术品。就是我喜欢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时候，我有很多种方式去支持他，但是我可能不见得家里有位置，或是我有那个财力去购买比较大型或是金额单价比较高的东西。那像纸公仔这种东西，它既方便，一张 A4 纸大小就可以折出一个漂亮的艺术品，纸质的艺术品。那就算不小心折毁了，其实也很容易再买一个一样的东西回来放。那纸公仔买回来之后，你可以再用自己的创意，再帮它添加一些其他东西，其实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它在纸公仔这上面的发展，其实跟其他纸类商品设计师的想法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想传达一种美的概念，跟把艺术融入在生活中，让大家觉得其实艺术没有那么难亲近，也不见得是你买不起的。那用这种方式去传达，那从小学生、国中生一路上来，其实我觉得对高雄的居民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洪明宏的设计作品中，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高雄在地气息，显现出优秀的设计师应该具备的观察力与创造力。令人讶异的是，他竟然不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而是来自台湾唯一不靠海的南投。因为家乡是在南投，然后完全不靠海，然后来到高雄之后就觉得
可以看到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舒服、很棒的一个地方。其实会来高雄也是个误打误撞，那时候高中就是要考大学嘛，那时候就考成绩还 OK， 就是我们那个班算是中间的班级，那时候考的还 OK， 那时候就被老师骗说就是不要跟其他同学争嘛，就是来南部嘛，然后看一看觉得南部学校好像还不错，然后又从小听阿公阿嬷讲高雄，因为阿公阿嬷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住在高雄，那就会有一些想象跟向往，就觉得那不如就离开家乡到远一点的地方来试看看。那没想到到高雄之后，就是比想象中还要宽阔，还要大，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思考的空间。我觉得高雄是一个蛮适合做创意创作的一个地方。来到高雄，深深爱上了高雄的设计环境与生活氛围，以十分受到欢迎的可爱设计实力在高雄落地生根，也受到高雄人的肯定与青睐。他更源源不绝地创造出属于高雄味道的独特角色——冰线熊系列。冰线熊最一开始样貌其实跟海洋有蛮大的关系，那还有跟冰线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哈马线，它其实就是日文的冰线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冰线在自行车道上，还有在高雄的旅行，那把它变成创作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最一开始就是一些小型的插画的创作，到前年跟去年有一些是跟机场合作的一些作品，那就开始有制造一些立体的，比方说正品商品，然后还有一些立体的创作，跟不同的单位去合作。那像后面这些立体的一些装置，也都是当时跟机场去做一些展览的一些作品。那还有延伸的一些部分是跟自己的兴趣还有专业合作的纸模型，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创作，比方说跟高雄港的意象去做一些结合，做货轮、一些货柜船，还有85大楼跟贴纸。那延伸到一些商品，就是一些卡片，然后还有插图的创作。那到这边的话是当时一些展览的作品，就是像在台中展览的时候就画了一些中部的作品，像这个是台中的逢甲夜市。那未来也会做一些就是他的家族的创作，就是希望把冰线熊它最原始的设定就是它是来自于哈马星这个位置，所以我就把哈马星的星球上面会出现的一些人物，还有星球的一些故事设定，会在后面做一些延伸，还有创作这样子。冰线熊可爱朴实的造型，不只是受到高雄人的喜爱，还受邀在各县市巡回展览，延伸出了各种系列，无形中大大推广了高雄的地方特色。但其实冰线熊原始的版型竟然只是随手的涂鸦。冰线熊其实最早是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在笔记本画的一个熊的图像，那时候还没有其他的高雄吉祥物或者是之类的。那时候的想法就是纯粹想要画一个代表高雄，然后很酷的一个 T 恤的图案。那其实会选择冰线，其实也要从阿公阿嬷那边讲起，就是以前爸爸那一代他们当兵的那个去外岛，都是从高雄港上来，那他们都会在哈马星啊或者盐城一带那边附近去活动，那就会听到哈马星这个词，小时候就不知道这个地方，都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乐园或者是一个外星球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哈马星这个名字很美，甚至是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吸引我去想象它的一个名称。那我就开始去研究它，然后有时候也会去把它跟一些文学的作品去连接。比方说，自己还蛮喜欢那个日本的一个文学家叫宫泽贤治，他有写一本那个《银河铁道之夜》。那自己就会骑着自行车，然后在高雄的铁道的那个自行车道上面去，就是四处去绕。那在绕这个旧铁道的自行车道的时候，就会去幻想自己是在铁道上奔驰，然后跟这个地区或者是这个想象有一些连接这样子。那在1年的创作计划里面，我就
慢慢去收集高雄的一些图像或是故事，然后跟我的滨县熊去结合。那希望说用滨县熊这个角色去把高雄或是台湾的一些漂亮的地方用插画图像去做呈现。有时候想要把滨县熊放入一个场景中的时候，那其实那个场景就是自己曾经去看过或待过，但也许照片没有办法把自己丢进去或放进去那个画面里面，可是透过插画可以把我跟这个画面永久的保存在这个画面里面。除了讨人喜欢的滨县熊之外，洪明宏还以动物为主题，创造出许多有趣的作品。最新的社群媒体贴图，更是以刚捡到的小黑猫作为发想，画出一些与猫互动的各种情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一推出就大获好评。其实会开始做猫的创作或者是猫的贴图，这个方面其实也是跟自己开设工作室之后，去领养猫。其实这2只我自己养的猫，其实也不算领养，就是捡到的，而且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吧。一只是我刚刚讲的滨县，我就是在那边跑步，然后跑一跑，就前面2个阿嬷说，桥边有一只猫，然后那个猫就在塑胶袋里面，然后我就觉得。我既然都在半路上，就把它带回去养。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租了盐城的工作室。那有一天我合租的伙伴就跟我说，对面阿姨打电话来，铁门上有一只猫在一直叫。然后我朋友就打开铁门，那个猫就掉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好吧，那感觉好像就是非养不可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自己还蛮喜欢养猫还有跟猫的互动，所以就把自己跟猫的互动，还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去。把它做成一些比较轻松的插画图像，这样。那个黑轮猫与设计师这个反应还蛮有趣的，因为身边一些设计师同业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里面所呈现的一些言语或是画面是跟设计师的生活有息息相关，这样。对洪明宏来说，高雄是一个对设计师非常友善的城市。这里有许多能够触发灵感的非常多元的文化氛围，更有许多提供展览的空间场所。在北高雄，红顶古创便是一处友善设计师的艺文空间。那中原派对是因为我们就像我之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还蛮常。我们红顶古创是马玉山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观光工厂。那其实我们在设立这个观光工厂的时候呢，就有预设一坪，就是大概90坪的一个艺文展间一个空间。那希望说去扶植一些新锐的艺术家，然后让更多的高雄人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艺文的发展。开幕到现在大概有5个展期。那目前这次的展览的主题是我的谷仓乐园。那它其实是初衷于，其实谷豆类它就是都会存放在谷仓之中。那我们在这个谷仓之中呢，可以有发现很多新奇古怪的东西。那有可能是冒险，有可能是开心、悲伤。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是规划了不同的艺术家，是用一个艺术创作联展的概念。目前的展的话，就是刚刚里面有看到2幅插画的作品。那其实自己本身是南投人，当那个赵老板说要呈现谷仓看出去的窗外风景的感觉，我就会想到那个以前故乡，因为我们是4面环山，然后家里面也有种田，所以会看到一些山啊，还有很多树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很直觉的去找相关的图片，然后去做一些呈现，这样，那融入自己滨县熊的角色。它这个展当中还有猫油桶的部分，那就是把之前合作过的设计案的想法，那做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延伸，这样子。这2个设计故事，那一个我就觉得它好像是在欢迎，那这一个也是在 say hello， 就是我们自己去感受。洪明宏对于设计以及对高雄的热忱，感染了许多人，包括常年支持在地文创发展的企业先进，
也被他的作品所感动。除了在自己的艺文空间举办展览，还曾经共同创作了假仙邮筒飘书站，也就是假仙猫像的橘猫邮筒。我在从业这个金属工程的部分已经20-30年了。那最主要其实都是跟设计师在合作一些室内装修为主的铁件。那到在高雄这一部分的时间，我们其实有在跟博二还是美术馆这一边有做一些结合。那在结合的同时，我们发现到说，在文创这个领域还是艺术这个领域，一直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际碰触的身边做个结合。那所谓的碰触身边这个结合，就是我们自己是做室内装修的铁件，那它就是深入到家庭里面。那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觉得说，如果能够把文创或者艺术融合在我们的生活的周边，那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这一些文创产业跟艺术家在台湾的一种有点算艰困的生存啊。那台湾的感受就是在文创跟艺术，因为其实我们的教育程度很高，那变成说我们在产出这一些文创的人员跟艺术家，其实的量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台湾很小。那我的自我感觉是觉得说，他们的生存空间是需要靠非常多的产业去支持或者是运用，然后去推广。那在我们的铁件上的运用上来讲，我就会很想要把它融入在我们生活周遭的铁件的一些搭配的运用上。其实我们一开始跟马卡卡的合作是经由一开始他在做假仙邮局的飘书站的工程，那它是一个工程，然后里面也融合了一些像文创类的概念，它把邮筒做了一个飘书站的书架的一种设计，然后座椅上面也有一些文创的风格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从那一个案子是很确实的开始进行，然后再紧接着就是猫邮筒。那猫邮筒的其实感受很深在经由一个很平常的邮筒的设计，其实我们做这么多年，20几年，在初期我们就觉得说信箱只能是这么简单嘛。这20几年来，我其实一直有这一个想法。那马卡卡他这一次做了这个猫邮筒的设计的时候，就让我很深的感受。我就觉得说，在文创如果真的能够跟我们的生活搭在一起，我们真的会有无限的可能。马卡卡的纸模型一直有它的文创风格的存在。那用在我们的铁件，我们的铁件其实也是属于板，它只是比纸还要硬的一种坚固的材料。那它经由纸模型的设计，然后落实在我们的铁件的运用上，就可以让很多它的构想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用品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金属架构的应用层面上。那我们的专长又是把铁件可以做得很细致，就可以把文创者他想要表达的部分，把它给表现出来。那这样子就会很有这一种感觉。用猫的方式去做成这个事情，目前社会大众它的就是。其实他这次并不是我们跟他合作的第一次展览，他其实跟我们合作了大概3次的展览了。那其实每一次呈现的主题都不一样像第一次他是为了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些我们的古豆类的音乐，那次的评价也很不错。那他也其实也有中间有开发了一些商品化的东西，像是纸胶带之类等等的东西。对，那第2次的合作呢，我们是主要是以纸公仔的部分做创作。那他那一次的地方，那一次的主题是时间旅行，那主要就是以食为主的一个创作。所以他那时候像我一个很有印象的作品就是高雄美食地图，然后他就是用以插画的方式，然后画出一个美食地图。那也是把他的作品呈现一个公仔化，然后让很多小朋友就是可以做互动、可以拍照的一个方式。在高雄，洪明宏的设计已经在高雄人的心里建立了鲜明的形象。对于未来，洪明宏还有什么更新鲜的规划呢？未来还是会继续做纸模型相关的作品，但是我会增加更多不同的素材，但是也是用类似的构想或者是手法去呈现它们。比方说，最近有跟邮局去做猫的邮筒，那其实就是把
纸模型的3D 的想法去做更多的材质转换或者是变更，因为我觉得不想要太受限或是设限一个范围，只要是我可以做到或是想要去尝试的就会去做，但是我觉得不会脱离的就是角色还有立体的玩具或者是立体的角色这样子。模型对我来说是想象力转换成立体的真实样貌。